因應着這護理師欠人，衛福部打算推動癌症患者居家化療，上緊在年底來推動。不過，台灣癌症基金會上蓋新的調查發現，要到8成的這癌友呢表示講無願意，除了煩惱講無住院保險就無要賠，也驚講萬不一人安怎是無度處理的。衛福部長趙忠良強調，初步會選擇較安全的藥仔，而且病人願意放心的情形之下來做。因應全台欠護理人力的情形，衛福部計劃推動癌症的患者的居家化療，上緊今年底實施。不過，台灣癌症基金會上新的調查顯示講，有要8成着癌的人，就算是經過醫師的評估，同款是無願意佇厝內化療。內面40歲到59歲的族群意願上低，9成以上的癌友煩惱發生緊急狀況無法度處理，要9成煩惱欠醫護資源，7成6認為商業保險未賠。傷保的時候呢，通常是住院才理賠。那這個治療的這個醫護的這個照顧場域換了到家裡，那常常在這種狀況之下呢，傷保它可能就不理賠了。醫師表示講，因為醫療科技快速進步，這些癌症的治療已經會當佇門診甚至是居家來進行。過去胃癌、食道癌這朋友會使用紅叫做是牛奶罐的5FU 炸色素液化療藥仔，登去厝住，過1、2天才登去病院拆掉。但是所有的癌、所有的化療藥仔攏適合居家治療。起泡性的化學治療藥物，它要是外漏，那滴到皮膚或者滲到皮下組織裡面，那個皮膚是會潰爛的。這類的藥物就危險性就相當高。皮下人工血管不是我們一般這個在這個周邊血管打的，那確保它比較不會漏針等等這些情形之下才會實施，所以大家不用過於恐慌了。趙忠良強調講，健保初步的規劃並不是以癌症來做限制，是優先選較安全的藥物，而且在病人願意放心的狀況之下來實施，提供民眾加一種治療的選擇。記者綜合報道。